公主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样？停车！停车！公主，太庙已定下吉时，咱们行程紧迫。末将知道，公主身子娇贵，可公主每日迟出早歇，走走停停，中间又是种种事故，照这个速度行进，怕是会延误婚期的。公主尊贵之躯，难以承受车马颠簸之苦，自然要多加休息。将军既奉秦王之令，遵令行保护之责即可，并非押送犯人。何时行，何时止，当由公主做主。及期如何，与你何干？放肆！你只不过是小小奴婢，竟敢对本将军无礼！不错，我是奴婢，但我是楚国公主的奴婢，不是将军的奴婢。既入秦界，要遵秦法，耽误了规定的行程，无论奴婢贵人，一律责罚不贷。将军息怒，秦王以礼聘楚，楚国以礼送驾，将军身为秦臣，该以礼护送。公主病倒，将军和属下必然滞留。将军若是能让公主歇息1个时辰，公主身体略好些，也可让车马加速行程。1个时辰？不行，只能歇8个时辰。谢将军。姐姐，喝口水吧。这水是必须喝的。荒原之中，水是救命的神仙。不，我怕喝下去，一会儿又吐出来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喝。姐姐，入秦多日，你不是吃不下东西，就是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若是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公主受的苦你都看到了，且不说送来的膳食粗劣，用膳的时候竟然仍在行进中，人坐在马车里颠得七荤八素，还没吃一口就吐出来了，这哪里是迎亲啊，分明是折磨人。这里不是我们楚国王宫，身边也不是我们楚国臣子，荒郊野外，缺衣少食是难免的。千里迢迢，吃不下也得吃一些。身子是姐姐自己的，损伤了无人可抵偿。出嫁前只知道这一路曲折遥远，谁料会如此艰辛。还有那个蒙敖将军，更是可恶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中。蒙敖将军是粗人，行武严整，只怕他有他的难处。再有难处，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舒公主是王后，是主子。若在楚国，她如此叫嚣，脑袋早就搬家了。过2日就到武关了，再忍一忍吧。奴婢能忍，公主如何忍？一入秦地，就黄沙漫天，西风凄凉，稍一露头，身上嘴里全是沙子。这一路上，连个驿站都没有，晚上只能睡臭烘烘的羊毛帐篷。你问问公主，入秦的这些日子，公主有多少天没梳洗了？那段时间坐船，我以为会是最难熬，如今想来，就如同仙宫一样。既然出嫁没有退路，那姐姐只好想着，只要熬过这一关，往后就好了。如何之好？熬不过眼前，又哪来的往后？我真是想家，这一路越走越灰心，这般周折，真是让人……姐姐是想说，真有些后悔出嫁了吗？什么越走越灰心？明明是越走，与心上人越近才是。哪来的心上人啊？进入秦国这些日子，姐姐可听说过秦国4塞？
关、函谷关、萧关、大散关。武关城是秦楚边塞第一城，秦王就是从这里出关，进入大楚，去向姐姐求亲的。妹妹提起秦王求亲，真是恍如隔世。到了武关就有驿站，站站相连，一路平坦大道直通咸阳。到那时，姐姐就可以好好歇息，调理身体啦。妹妹也想早早到武关，对吧？当然。说来也是，这么多的车马兵卒，都是因我而来。我要是打不起精神，不是更连累了大家？好了，把水和食物给我一些吧。姐姐，来，姐姐。姐姐，想来我也真是佩服你，这粗粝的糕点，如同嚼蜡，你是怎么咽得下去的？姐姐是从小没有尝过饿肚子的滋味。其实有东西吃，比饿着要舒服多了。真的吗？舒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天生就不该受苦的。像这种吃食也能将就下去的人，是自降身份，自轻自贱。姑姑若是觉得只有饿肚子才能保住大楚脸面，那你就饿着好了。但不该劝姐姐也挨饿。路上行程艰难，需要体力，不吃哪儿来的力气车马劳顿？别争了，我倒是真有些饿了，我再吃几口吧。